这个戴黑色拍照帽啊姓陈的查甫人，伫新民的面前一直跋杯，前后有20多分钟，总算跋到一个象杯。想不到后一秒，伊就将虎爷藏伫个外套内底。伊烦恼讲，可能发现嗰个叶。庙方事后发现虎爷不见行踪，第一时间赶紧调这个监视器报警抓人。他来跋杯哈因为一直都没有杯，最后一个圣杯他来偷请虎爷他抱回家求改运。依照警方调查，住伫台中龙井区55岁这个姓陈的查甫人，无头路，又搁欠人袂少钱，之前发生车祸，至少讲两只脚发红过疼，想讲要解运，才会一个人走去577达天宫，偷偷将虎爷请转去服侍，想不到转到厝了后，脚的伤势愈来愈严重，后来搁接到警方的电话，惊一个赶紧去投案。陈南除向警方坦承亲自犯案外，并带虎爷遵投案，全案依窃盗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。姓陈的查甫人要偷请虎爷解运无成，毋但脚的伤痕无好，搁互警方移送，这个虎爷嘛顺利幸福庙方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